当时有得个种特殊的法通，我去参加法通的，就会当到做到安尼讲嘅，啊就会想，做亚良吼，要做讲替日本无啊吼，伊种无准冲亚嘅法通，啊假使要做亚良嘅法。我太讲哦，你很凶，太多了。15抽嘅翻相，我眼牙群包的，完全不会有两个破呢，拜托。他真爽的哎。我假使我要做亚良，啊，我记得吼天公去参加嘅法通，没有啥，伊种有嘅良，假使佢要做亚良，撞衫个用噶啥，我就上动都上，伊就唔对我用办来get 听啦。睇下讲睇咧，还抽中一些高。抽中一穷用偏多。除了學費以外，係睇阿妹我聽係辣，係啊，納錢，我同埋唔講嗌生活費啊，嗌食飯嘅錢啊，加油嘅錢全部嗌自家。做些打工還有嘅表演賺嘅錢，嗰時候有時就發案假沒辦法想講因為案假又冇錢食飯做用緊神哦，嗰時候想講我日出未去上網，我學識用嘅。開眼切流，那自己这样咧，因为做唔得就只有只出不进嘛。你看怨言，你看按个进事前，个钱蒙入来，有一天金山银山，慢把你抽是散就会把你抽到呕下来。啊，從度就懂嗰個你去搞。你喺方面喊死的。這個成就係100%，200%，我係2萬%嘅成就。我當年安補哦，歲末嘅時節，我做一件空歲末咯，個天賦都掉出嚟，我空起來看，我嘅卡片啊，嗬，信用卡啦，全部有套皮包嘅地方嘛，一張酸，一張兩張，真嘅，係我爸呢。我上次比如講出門咧，去我都係出去，我還要再扭轉來看，我門有鎖好嘛。係充電喺我剛剛有講到，我當你出門嘅時候，我看手機嘅錢包鎖匙啊，有揣到副台項目，有套卡棒底本冇，你去我都係去啊，我要停下來檢查嘅查上底度啊，卡棒底度有手機嘅錢包嘅鎖匙。成就行喺初老真頭，我每次都係啊，你話喺初，我唔知。我當你做佢講嘅路年。我講真嚟㗎。將藝設計嘅花卡少，唔講係有個好朋友啊，佢對金錢還有環境就會當成就。佢本啲環境本伊個，假使講數米卡少咧，佢就想用個上來前邊按少，我做唔得食飯，我係講冇按好笑，真唔識嘅遠天天。結果個環境講較邊嘅啦，佢就會講，我用個心肝卜卜爆咯，按緊張咯。係咪讀到中醫嘅人咧？一定係看到捱咧，係咪就想講佢雖然做埋我按咧，發現到佢係環境還有金錢，樣樣都佢設計。佢本身要成聰票，我咩唔講用翻皮嘅，跟住係影響親情嘅一小啲嘅朋友。我感覺啊，不應該用嘅芯片落去喊天講係乜啥，係因為呢，甚至有件事我感覺係主要係看13年嘅性格係樣辦起。不過其實公司採訪頭同大家講，我係知道細阿妹係較容易攝照啦。13年咁奇怪，前面嗱有冇講到冇共用？因為佢就俾我講出來一個啊，一線嘅啊，係啊，一線嘅啊。雖然呢，我感覺細啦係有什麼像。阿比倫啊，基本上咩係心思非常要嘅人，不過你太貼人去看下去，太貼係細阿妹嘅心思係較要嘅，想較多，就咩來咩種加下阿姨子講嘅嘛。故說其實細阿妹親到嘅時節，可能佢會想東想西啊，親到嘅事情啊，親到嘅情緒啊，就空啲情感都就扭扭縮縮嘅，要排泄講出來，就冇辦法去排解佢嘅情緒，就變成咗埋心焦。係我自家知道心照老細奶又細妹，我知道冇乜關係。我自家就係當心照嘅人，如果係當到細妹嘅朋友，就變人較冷清。故所我知道心照係一種個性嘅問題，有當到嘅人係講要心照嘅事情，佢會變到情感度冇表現出來。有啲嘅人呢，佢就會攞心照啊表現出來。咁我自家啦，我知道我自家就係外顯。唔會表現出外顯性嘅，我當心照，眼用白。你等我你感受到咧，你是這樣講咧，我真係當心照嘅。係啊，當見眾啊，當見眾。我講你個白。係啊，主持有班啊，主持啊，攞佢講啊，我強咧攞佢講啊，主持。大本藝講啊，從我用班啊，當見眾啊。其實吃到心照咯，空壓心帶完全冇關係嘅，因為其實係因為心照嘅話係因為你自家動要緊動到嘅事情，因為要緊自家嘅條路啦，要緊
然后配上你的感情啊，我说动到的事情会散成都要成就，但是老要空啊心大唔大，其实真嘅完全冇关系。我说每次都成就到空啊心大唔大，其实係完全係冇效用嘅事情。你成就都可以講兩邊，已經開始笑咧。因為成就一件事情，本來就會每個人都有嘅嘛。唔過種你頭先都討論講係細拉還係細模樣，我係想講，因為人哋學生嘅，喂小麗嘛，其實就小麗人哋嘅報告啊，人哋嘅做，人每擺就係壓線教有冇時間都係前一張嚟做，嗰種成就。唔講係喺香港，因為人哋學生嘅就係煩惱也嘅事情啊。喺香港，唔講人哋喺做嘅係先來把。準備好啦，準備好啦，我前一人搞嘅當然會成就啊。不係唔講係想講，而家神法當中有一系列成就，會幫我哋過到一些體驗我哋嘅神法嘅感覺啦，會進步啦。係錯。其實有上時那種壓力來講，本人知道開始有煩惱了。它是動力。哦，為這種動力。我轉態人咯。震動你了。你去哪聽？震動你可以噴起來部分。轉態人，轉動。因為有的人同個心情開始會冷漠，哦，開始會懶醉，會乜嘅，哦心情哦心臟砰砰跳，根本冇發現講，到時都最尾嘅啊，佢就放下來了，佢想發現到，這個要重要注意咧。成就對我來講誒，感覺一下開係對我來講都會正面嘅影響較大啊，因為其實我為到愛心跳嘅真跳，嗰時我就會逼自己去想，比如講節目嘅企劃，較加想出來啊，還講嘛個節目嘅東西啊，全部就會逼自己喺較早就會做事情，逼自己進步啊，就像家下應逢講嘅，會逼自己更來更好。唔過呢，那喺度到嘅這種做事情非常嘅散漫嘅匆鬆，係那係呢佢本來嘅資料非常嘅慢。你罵啥？唔搶，你罵啥？全部都講好，我都講愛唔掉，我讀到高呢。我有一擺發現啦，嗬，我開學嘅時間事情貼拍到，我下一邊、兩邊、三邊冇用，我就繼續我緊按你有時候你也係講不舒服嘅感覺，按你，結果我盤咧，要會上盤啊，數係咪見準咯？數係咪見準？冇錯，估上就是這種豬，同我講，我今日嘅下豬，我就想講，我今日來請假，我休息一下，我就去客棧今日，咩見準？我是用派嘅鐵條，哦，線上喺我做乜嘅？天一條一口長嘅樣板做，我開始用墨貝的，你知道嗎？希望講 anything。學教教書嘛，嗬，我教到啲小朋友，啲小朋友時行嘛嘅，你咪可以聽到啊，冇聽到嘅時節就想講，切假係唔係老嘅，老人家誒聽唔到時態唔少啦，呢輪都冇少咧，因為係啦，我係真係最少上嘅啦，啊，不過其實韓國有上時你大追股，也傳個那個訊息嘅時間，嗬，你嘅流行用語，你們要用到懂時行嘅，不要再用叉 D 了，真嘅，就因為我懂好用叉 D，你乜意思啊？像前一部嘅梨泰院嘅事情啊，其實青島人滑手機卡發嘅就看到，哎呦，全部就負面嘅，其實你有嘅媒體播出來係真嘅，也係假嘅，而且要有評斷嘅能力，因為有時評斷，用擺起來評斷，人看到全部就唔好嘅，也有時真嘅心肝又會變到走，唉，心情又唔好嘅，尤其係出去了嘅時間，貼拍咗唔嚟佢有負面嘅東西，係啦，我想講，你真係嚟追蹤認真的 IG 還係 Facebook？我看到看了的媒體也是，自然會有資訊創造嘛，就是資訊孔超真嘅。不過看到阿英在那邊說，可能會講大牙嘅馬家夫婦，愛莫講咯，其實有時候就會因為你平常時心這位人。給心思較優嘛，吼，做乜嘅事情都懂，想愛懂完咪。我說要自由書寫，其實就會講，你想愛下馬給就下馬給，你們唔會限制你會下馬給。我說你就會發現到，你啲上馬嘅事情嘅時間呢，你就不用到很完美，就下出來就好。對，就完全下出來就抽嘞，就因為你就會將你自己嘅心情不用輕鬆，係按用你嘅心情嘅事情就會講大啲。跟按用我會記一下鐘。不是你講嘟嘟後買嘅 iPad 就當好用。哦係，支持有書下。坦白有影響到吼，那個曾志怡嘅 iPad 事件，我上個8條嘅。哦，愛莫講哦。
无通物，真件係千定嘅相，佢看到人就想講肯定嘅小飛嘅，我咬好啦咩？哎你都冇講贏嘅，咩會哭嘅會開啦。懂厲害咧，假冇假咩會雙語呢？懂厲害，他們叫佢講係自細嘛。向上，太上宮。